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很高兴在感恩节之际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你们今天吃火鸡了吗？回顾我在美中英协、梅拉诺文化演艺集团、美国中华国乐团的这4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和喜悦。从每周一次雷打不动、风雨无阻的排练，到舞台上万紫千红、百花齐放的表演，无不凝聚了每位团员的努力和汗水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我们的总裁李英先生，是他给了我们每一位在海外的音乐人一个展现自己舞台的机会，并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也要感谢执行总裁苏菲女士无微不至对我们每一位团队成员的关心。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父亲，是他培养了我，学会了这么多的音乐和乐器。那么辉煌6年，成就6年，让我们彼此携手，创造更灿烂美好的明天。